今日就由我哋陪大家尋覓故事嘅起源。打開一段關於水嘅故事。阿毛啊，你知唔知道咧？呢一度就係所有故事嘅開始啊！我知呢度就係萬綠湖啦。嗱，唔知農夫山泉嘅水源地，仲係代表住一份初心。嗱，當我行入呢一個國家森林公園嘅時候，就即刻發覺湖面開闊，天水一色。嗱，四圍係俾大自然高度覆蓋，綠意安然，一呼一吸都可以感受到。嗱，到達湖心，透過萬綠湖湖水清澈無瑕嘅能見度，就感受到源自山水天然健康嘅呢一份初心，每一滴都真係 keep 得到。係啊，除此之外，山水唔係山同水咁簡單嘅，仲係一份大自然嘅饋贈添。農夫山泉就要將呢份禮物帶俾全世界唔同嘅人，仲要保持天然清純，呢份初心真係好難得㗎。就算有心，都需要技術配合嘅。嗱，呢度咧將科技同自然合一，每一樽咧都由科技嚴控把關，希望你啖啖都飲得放心。哇！估唔到咧，你除咗識嘆咖啡之外，仲識得品水啊！其實唔單止係咁噶，每一滴水咧都經過殺菌啦、過濾等等呢啲嚴謹嘅過程啦，連個樽嘅生產啊都係一絲不苟，所有環節都係一條生產線上面封閉咁完成，保證中間同外界係零接觸，咁先安心噶嘛。冇錯，而且工廠嘅中間咧有一條好長嘅透明長河，可以一清二楚咁睇到樽裝飲用天然水嘅生產過程。果然每樣嘢咧都可以尋覓背後嘅起源。嗱，我諗農夫山泉嘅源咧就唔止係水源，係包含住佢想將大自然嘅禮物送俾大家嘅一份情緣。冇錯。Cheers！ Cheers！